小姐到了。奉天督军府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扇门是前世我最期待的，也是最绝望的地方。今天正是前世我被接回来的日子，可他们从没把我当女儿，只当我是个累赘，一个工具。为了给张小晨铺路，他们把我送人，最终惨死。还有那些叔伯婶娘，嘴上说着血脉亲情，背地里却跟着张明泽家欺负我。整个张家只有一个人，在我死后冒着被张明泽追责的风险，给了我最后一点体面。张家六少，我的六叔张景然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来一次，我绝不会再任人宰割。这一世，我要亲手改写我的命运。你就是乡下接回来的小姐，督军他们已经在议事大厅等着了，你赶紧进来吧，别杵在门口丢人现眼。这待遇和前世一模一样，从今天起，我定会让你们加倍奉还。督军，人带到了。就是她，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大字不识几个，浑身土气。把她接回来干什么？我们张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哎呦，这身上什么味儿啊？明哲，你瞧瞧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住口！她姓张，是我的孙女，张家的血脉，哪有把自家血脉流落在外，不闻不问的道理？爹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我们家现在有阿晨就够了，还有秀文那个养女也乖巧懂事，现在突然多这么个拖油瓶，我怕她会分了阿晨和秀文的福气。就是啊，老爷子，这野丫头一回来，万一惹出什么事端，影响了阿晨的名声可怎么办？阿晨可是未来的督军继承人。大嫂说的也是，毕竟阿晨是未来的督军，身份尊贵，可不能被这些不清不楚的人给耽误了。我看啊，这丫头就是个扫把星，乡下地方来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又是这些熟悉的面孔，熟悉的嘴脸。前世你们也是这样，字字诛心，把我踩进泥里。可这一世，我张婉星绝不会再任你们拿捏。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张婉星。我这几个儿子还有个女儿，你看看，你瞧中了哪个？我做主，把你过继给他。这野丫头可千万别选我，阿晨和秀文可容不得她。看爹的样子，是挺看重这个野丫头的。要是能在我名下，能让爹多分我点兵权的话，多一个丫头倒也不算什么负担。哎，这孩子看着倒是机灵，给我做女儿也还行。丫头跟我吧，我膝下无子，定然好好待你。好无聊啊，又演哪一出戏码？反正也跟我没关系。我看啊，八成会选三房，三爷家境殷实，夫人又和善。我觉得他姑姑张一芳那边也有可能，他膝下无子，总想着抱养一个。二房三房看似和善，实则和张明哲没有区别。前世没少帮着刘氏欺辱我。姑姑张一芳倒是不错，但性格太软弱。唯有张景然这个全奉天都骂的纨绔，却是唯一给了我体面的人。爷爷，我选他。疯了吧？他怎么会选张景然那个纨绔？完了，这丫头指定是脑子不好使。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的爹爹。丫头，你选我？你没发烧吧？六叔，这一世我选你，不仅是报恩，更是要和你一起逆天改命。这丫头是不是傻了？放着我们这么多正经过日子的人不选，偏偏选了老六那个混世魔王。可不是嘛，跟着老六，怕是3天就得饿肚子。太好了，我正愁怎么把这烫手山芋甩出去，他自己就跳进了火坑。选了老六，这辈子都别想跟阿晨争家产。爹，我看婉星这孩子和六弟投缘，既然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也算是一份难得的缘分。咱们做长辈的，不如就依了孩子吧。是啊，大哥说的对。
六弟平时是爱玩了点儿，但多个女儿在身边，说不定还能收收心呢。对，多个孩子多份牵挂嘛。这丫头从进门到现在，眼神里没有半分乡下丫头的胆怯和懦弱，反而冷静得不像话。她选老六绝不是一时糊涂，肯定心里有主意。景然，既然婉星选了你，你就认下这个女儿。我爹，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！我问你，为何不行？爹，您看看我自己都还是个没定性的主，哪还能照顾她呀？再说了，我平日里不是遛马就是听戏，有个女儿多不方便啊！我的亲爹已经不要我了，我好不容易回到张家，以为这里是我的家，可所有人都怕被我连累，都想把我推出去。难道你也要像他们一样把我推开吗？哎，你别哭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怕委屈了你。哭得好，哭得再大声点儿。老六素来见不得女人哭，而且爹最看重家族脸面。你要是当众拒了这门过继，往后在爹心里你就更上不了台面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从今日起，张婉星正式过继给六子张景然，即刻记入我张家六房一脉的族谱，是我张振廷的孙女，张景然的嫡长女。此事即刻生效，任何人不得再有异议。谢爷爷。婉星啊，以后就跟着你六叔，可要听话啊！走，快走，还待在这儿干嘛？这烫手山芋终于甩出去了。恭喜啊，老六，有福气。爹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我真不行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呢。哼，你养不活，我给你的月钱都拿去喂狗了。那点钱哪够花呀？爹，您就当我求您了，换个人行不行？大哥二哥他们不都挺好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张景然，今天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婉星从今天起就是你的女儿，你要是敢亏待她半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她要是受了委屈，我不仅断了你所有的月钱，你常去的那些烟馆、舞厅、赌坊，我一个一个亲自带人去给你封了。是，爹，您放心，我保证把她当亲闺女一样疼，绝对不让她受委屈。管家，派车送老六和大小姐回去。是，督军。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好端端的怎么就掉下来这么个拖油瓶？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不过爹刚才说的也挺吓人的，要真断了我的钱，封了我的厂子，那我可就真没法活了。算了，不就是多双筷子吗？六少爷回来了。喏，以后你就住那间，采光好，省得爹说我虐待你。谢谢爹。行了，别这么叫我，听着别扭。我先进去了，你自己安顿吧。对了，最后跟你说一遍，住在我这儿可以，但有2条规矩：第一，别管我的闲事；第二，别给我惹麻烦，听见没？是，我记住了。婉星，别怕，六叔带你回家。张明泽，还有他那个好夫人，上一世你们对我做的所有事，这一世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还有，六叔，我绝不会让你重蹈覆辙，绝不会让你因为我被张明泽害死在边境。检测到宿主强烈守护意愿与重生执念，灵泉激励系统正式激活。什么声音？本系统核心规则：宿主通过激励养父张景然完成正向成长，唤醒内心潜能，实现人生进阶，即可获得对应积分。积分可在系统商城兑换各类商品，包括灵泉水、军械图纸、情报信息、强身药剂，助力宿主改写命运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
新手福利已发放，初始积分100点，请宿主查收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系统，我的纨绔爹爹改造计划稳了。糟了，我记得前世就是明天，爹爹被李三那帮狐朋狗友撺掇去赌场了，不仅输光了3个月的月钱，还欠了500大洋的高利贷。被爷爷知道后，不仅断了月钱，还关了半个月禁闭，彻底坐实了张家第一顽徒的名头。这就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始。冷静，必须冷静。怎么才能拦住他？直接把他锁在房里？不行不行，他就是个顺毛鱼，你越是强硬，他越跟你对着干，硬来绝对不行。吃软不吃硬，哼！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女儿我给你来点软的了。六爷，您可算是来了。哎呦，厉三儿，你小子大清早的不睡觉啊？睡什么睡啊，六爷！今儿可是咱们大展身手的好日子。哦，昨儿您不是输了300大洋吗？哥们儿替您心疼啊！嗨，那算什么？不就是300大洋吗？爷输得起。输得起是输得起，可也得赢回来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昨儿找了个高人，算了必胜的法子。今儿咱们必须去城西的赌坊，把昨儿输的连本带利全都捞回来。哦，必胜的法子，好小子，不愧是我的好兄弟。走，今儿爷就把那帮兔小子的钱全都赢回来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张六爷的厉害。六爷，您可不能再去了，老爷要是知道了……知道什么知道？少啰嗦，滚回去干活。爹爹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哎呦，六爷，这就是您新认的闺女，还挺粘人啊！大清早的就来找爹爹了。爹爹，你真的要走吗？爷爷说你会好好照顾我的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他们都不喜欢我，我害怕，我只有你了。你别哭了，我这辈子就怕姑娘哭了。这丫头刚被亲爹抛弃，整个张家就选了我，我要是就这么走了，跟张明泽有什么区别？而且我爹那边还盯着，要是真把他弄哭了，爹到时候断了我的月钱，封了我的厂子，那可就真惨了。哎，你别哭啊，我没说不要你，我就是出去转转，很快就回来，真的很快。六爷，别管这丫头了，赌坊那边的局都快开了，兄弟们都等着您呢，再不去可就晚了。昨儿输的钱，今天不得连本带利赢回来？去，什么局都不去了，没看见我闺女害怕吗？今儿我就在家，哪儿也不去了。这六爷是雷打不动的，天天泡赌坊，风雨无阻。今儿居然为了个刚认的闺女，连赌局都推了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六爷，您真不去了？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滚！行了，别哭了，我不去了还不行吗？以后你不许随便哭，听见没？你一哭，我头都大了。真的吗？你以后都不去那种地方了吗？唉，不去了还不行吗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哼，小样，还治不了你了。行了，快别哭了，你看你这小脸都哭花了，丑死了。恭喜宿主成功激励养父张景然放弃赌博，完成首次正向行为，获得积分500点。看来这爹爹比我想象中更心软。督军，有要事禀报。什么事？毛毛躁躁的。是关于六爷的。那个逆子又惹什么事了？赌坊又输了多少？还是又跟哪个女人不清不楚？不是，这次是好事。好事？他能有什么好事？说。今儿一早，六爷本来要去赌坊的，结果被婉星小姐给拦下来了，还把赌局给推了。你说什么？竟然那小子居然推了雷打不动的赌局，就为了那个丫头，千真万确。属下派去的人把小洋楼里发生的事儿都看在眼里了。张婉星小姐哭的那叫一个伤心，拉着六爷的衣服不让走。六爷立马就心软了，不但推了赌局，
还把李三儿给骂走了。副官说要在家陪闺女。好，好啊！督军，您这是高兴？岂止是高兴，我还以为这小子这辈子就烂在泥里了，没想到这丫头居然能治住他，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妙啊！备车，去小洋楼，再让管家把库房里那几样好东西都给婉星送过去。是。哎，婉星啊，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那么爱哭呢？以后可不能随便哭，听见没？你再哭，我这心都快碎了。那，爹爹，你以后还去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吗？这，我都答应你了，肯定不去了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婉星啊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爷爷好。你小子总算有个当爹的样子了。既然答应了孩子，就说到做到。以后你要是能安安分分，不再去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，你的月钱我翻倍给你。月钱翻倍，这可比在赌房里赢钱来的快多了。原来有个闺女也不是什么坏事嘛，甚至是件大大的好事。婉星啊，我的好闺女，你真是爹爹的福星啊！月钱翻倍，这下爹爹可算能好好过日子了。爹爹，光不去赌房还不够。啊，不够？那你还想干嘛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赌房不去了，酒我也会少喝，花楼那种地方我保证看都不看一眼，这总行了吧？你说爹爹是不是特别听话？爹爹，你看，现在南边战事吃紧，各地军阀都在扩军备战。这乱世里，手里有兵权，那才是真的有底气，别人才不敢看不起你。这跟爹爹有什么关系？有你爷爷在，天塌下来有他顶着，我瞎凑什么热闹？怎么没关系？我的亲生父亲张明哲，他现在可是手握兵权的少都，走到哪里都有人敬着捧着。可爹爹你呢？别人背后都只叫你纨绔六爷，说你是只会啃老的家伙。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让人家这么戳脊梁骨吗？想让婉欣跟着你，也被人家看不起，被人说他爹就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吗？这些话，那些人背地里说了10几年，我以前都可以装作听不见，甚至故意装得更纨绔，气他们。可现在这话从婉欣嘴里说出来，我不能让我的闺女因为我背负骂名。爹爹，你去学军事吧，奉天习武堂有最厉害的教官，爹爹你不比任何人差。奉天习武堂。我知道，你当年本来考上了习武堂，是因为张明哲从中作梗，你才赌气不去的。只要你肯学，一定能比张明哲更厉害，将来能堂堂正正地护着我，护着自己。这件事除了爹和我，没人知道。这丫头，她是怎么知道的？以前我一个人混混日子也就算了，可现在我身边多了个这丫头，她认我当爹，我总不能让她将来也跟着我受欺负吧？爹爹，你不回答我就当你答应了哦。爷爷，婉星来了，景然也来了，怎么了？可是府里有人怠慢你们了？爷爷，府里一切都好，今天来是婉星有个想法，想跟您求个恩典。哦，什么想法？你说来听听。爷爷，我想让爹爹去习武堂学军事。习武堂？竟然！爹，婉星这丫头她非拉着我来。爷爷，爹爹他很聪明的，他只是之前没找到方向。如果能去习武堂好好学，他一定能比任何人都厉害，将来也能为爷爷分忧。好啊！只要景然你肯学，想去，随时安排。爹，您真的同意？我当年大哥去习武馆，
我闹着不肯去，还把您给我准备的军装剪了。您不怪我？怪什么？当年是你自己不想走这条路，爹逼你也没用。可现在是你自己想走正途，想立起来，爹高兴还来不及。老六，去吧，好好学，爹等着看你出人头地的那天。爹就这么痛快地答应了？怎么，傻了？平时不是最会耍滑头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爹，我这不是有点懵吗？爷爷高兴爹爹肯上进了，爹爹也高兴爷爷支持他嘛，是不是啊，爹爹？是啊，高兴，特别高兴。行了，既然你下定决心了，那就好好准备。我这就让人去安排入学手续。奉天习武堂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，吃得苦，受得了累，才能出人头地。是，爹教训的是，我一定努力。谢谢爷爷，爷爷最好了。哈哈，你这丫头，行了，你俩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明天一早，副官会来接景然去报到。明天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天要亡我啊！爹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问，问就是生无可恋。爹爹，你不想去习武堂吗？废话，习武堂那是什么地方？吃人的地方！天天5点就得吹号起床，围着草场跑圈，还得负重，饭都吃不饱，晚上还要背什么兵法条例，我疯了才去受那个罪。再说了，我有爹养着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小日子过得多舒服，干嘛非要去吃那个苦头？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，去了也是垫底的，给我爹丢人。不去！爹爹，你真的想一辈子都活在爷爷的庇护下，装一辈子的纨绔吗？爷爷总有老的那一天，他不可能一辈子都护着你。到时候张明哲手握大权，他心狠手辣，眼里只有权力。到时候他容得下你这个纨绔弟弟吗？他敢！我可是他亲弟弟。前世爹爹就是因为帮我收尸，被张明哲寻了个由头，扔到边境战场，活活冻死在雪地里。他根本就没把你当亲弟弟。爹爹，你现在不学本事，不握兵权，将来爷爷不在了，你拿什么护着自己，又拿什么护着我？难道你希望我将来也像你一样，一辈子依附在别人下面，看人脸色过日子吗？张明哲那小子确实心狠手辣，这些年要不是爹护着，我和几个兄弟早就被他收拾了。好，我去。以前我一个人，烂命一条，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可现在我身边多了个这丫头，总不能让她将来也跟着我受欺负。不就是习武堂吗？别人能去，我张景然为什么不能去？他张明哲能当少都，我凭什么不行？你说的对，我不能一辈子当纨绔子弟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张景然不是扶不起的阿斗。恭喜宿主成功激励养父张景然下定决心学习军事，完成人生重要进阶，获得积分2000点，系统商城全线解锁。爹爹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。现在才知道你爹厉害了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一早我可就要去报到了。到时候我跟爹爹一块儿去。张景然，这一次不能再退缩了，为了女儿，也为了自己。张六爷，这是习武堂的入学通知书，您看，手续都办好了，被褥军装也都准备妥当，在车上了。这么快？是啊，督军亲自吩咐的，要以最快的速度办好。督军还说，让您别辜负了他的希望。知道了。爹爹，这下你可跑不掉了。你个小鬼头！习武堂，我张景然还是来了。爹爹，你看这里好气派啊！那是，这可是习武堂，不是谁都能进来的。快看快看，那不是张家六爷吗？全奉天最有名的纨绔子弟，居然来咱们习武堂了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他能看懂兵法吗？怕是连枪都拿不稳吧？我看就是来玩票的。督军的儿子，谁敢管啊？
混个资历罢了。爹爹，别生气，他们越看不起你，你就越要做出成绩来，狠狠打他们的脸。现在发脾气，只会让他们更觉得你没本事，只会耍纨绔脾气。姓名张景然，这是你的资料，自己拿好。教室在3楼，寝室钥匙在里面，自己找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了，那就赶紧去报到，别在这里耽误时间。张景然，我不管你是谁的儿子，进了习武堂就得守我的规矩，吃不了苦，受不了累，现在就滚出去，别在这里耽误其他学员，污了习武堂的名声。郭教官放心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不会走。这次谁也别想看我的笑话。爹爹总算是下定决心学习，可习武堂里鱼龙混杂，尤其是张明哲那个家伙，肯定会安插眼线排挤爹爹，给他使绊子的。爹爹以前在奉天的名声确实不怎么好听，跟人动手，爹爹肯定不怕。可万一他们故意考些理论知识，专门刁难爹爹，那可怎么办？对了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我还有系统啊！系统，快出来，打开商城。神级枪法，爹爹暂时用不上。体能强化剂，爹爹的身子骨也够硬朗了。不行，这些东西效果太猛了。爹爹刚进习武堂就表现得太扎眼，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，反而不好。得想个不动声色又能一鸣惊人的办法才行。就是你了，那些人不都觉得我爹胸无点吗？我就让爹爹用学识，用脑子狠狠地打他们的脸，让他们亲眼看看谁才是扶不起的阿斗。系统立刻兑换过目不忘药剂，换成功，扣除积分500点，药剂已存放至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时提取。爹爹，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吧，女儿永远是您最坚实的后盾。都听好了，今天开始，每天负重20斤，绕着运练场跑10公里。晚到1秒，加罚50个俯卧撑，再加扫1周厕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！大声点儿，没吃饭吗？明白！很好，所有人跑！哟，这不是六爷吗？怎么腿软了？不行就别硬撑了呗。就是啊，六爷，回你的小洋楼多舒服，喝酒泡妞多自在，来这里受什么罪啊？我看啊，就是来玩票的，过2天就得哭着回家找督军。张景然，最后1名。是，罚加练100个俯卧撑，今晚负责打扫整个训练场。是。六爷，有人给你送了东西。这水好奇怪啊！婉欣，爹爹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，绝不能让你失望。郭教官，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右边围攻，因为右边地势险峻，但是炮弹没办法施展。你懂不懂啊？郭教官教的怎么会有错？不错，这个方案确实比我教的更贴合当下的战局。哼，装模作样。同学们，大家注意了，下周1我们将迎来入学以来的第1次军事理论测验，内容是《孙子兵法》前3篇，大家回去好好准备。天哪，这么快就要测验了？就是啊，我这《孙子兵法》还没背熟呢。怕什么？这不是我们的六爷吗？反正有他在，咱们肯定不是最后1名。哈哈哈哈！六爷他恐怕连字都认不全，还学兵法，简直是笑掉大牙。我看啊，他肯定是要交白卷的。婉星每天陪着我熬夜划重点背兵法，还给我熬了汤药。我要是考砸了，不仅丢自己的脸，更让他失望。这一次我绝不能输。本次测验我亲自监考，所有人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作弊，否则立刻取消资格，逐出习武堂。这小子不会是瞎写的吧？装模作样。这么快就写完了？是，教官。他真的写完了？肯定瞎写的，胡编乱造凑数，想提前溜号。哼！现在公布本次军事理论测验的成绩。本次军事理论测验全年级第1名张景然满分。什么？张景然满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纨绔子弟，怎么可能考满分？
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教官，他肯定作弊了。他一个纨绔子弟，怎么可能考满分？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本次测验我亲自监考，全程盯着张景然，他没有任何作弊行为。张景然的答卷战术逻辑清晰，战局分析精准独到，对兵法的理解没有死记硬背，而是完全结合了当下的战场局势，给出的应对方案比教材里的标准答案更具实操性，就连我都自愧不如。婉欣，爹爹拿下了第一，没让你失望吧？六爷，你这招真是太厉害了，我完全招架不住啊！还行，再来，注意重心。六爷，你这魂儿都飞到大门口去了吧？是不是在等那个女人啊？胡说什么？你好，我是来看张景然的，请出示凭证。哦，原来是张六爷的千金，您请进。谢谢。快看，那不是张家大小姐吗？就是她，听说六爷来习武堂就是她提的。婉欣，你这丫头，带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累坏了怎么办？爹爹，我这不是怕您在这儿吃不好吗？再说了，我力气大着呢，才没那么容易累呢。婉欣啊，快跟爹爹说说，家里最近怎么样？一切都好吗？爹爹，您就放心吧，家里一切都好着呢。家里的账目我都核对清楚了，掌柜和伙计们都安分守己的，一点乱子都没出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还有啊，您书房里那几盆宝贝兰草，我每天都按时浇水施肥的，现在都抽了新芽了，长得可精神了。是吗？我这几天还想着他们呢。当然是真的。对了，您之前叮嘱我给老家叔伯寄的钱和过冬的衣物，我也都托人稳稳妥妥的送到了。你这丫头办事就是靠谱。街坊邻居们也总问起您呢，都说昔日的张家六爷如今进了习武堂，是真的洗心革面，有了大出息了。爹能有今天这份底气，全靠我家婉欣。婉欣，你每次让人送来的水是什么水啊？爹爹现在看书过目不忘，要不是你，爹爹早就被那些看笑话的人撵出习武堂了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也希望爹爹能早日学成归来。爹爹，您在这儿可一定要按时吃饭啊！还有训练的时候，你也要注意分寸，可千万别受伤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闺女最贴心了。路上小心。爹爹再见。你说什么？张景然那个废物居然考了理论第一！是少督，六爷他最近这段时间跟变了个人一样，天天熬夜学兵法，泡在射击场和训练场，完全不像以前那个纨绔子弟了。不像？他还敢不像啊？现在习武堂里没人再敢嘲笑他了，连郭教官都天天单独给他辅导，还夸他天赋异禀。慌什么？不过是一时兴起罢了。他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性子，能坚持多久？再说了，他就算学出花来，还能比得上你这个手握兵权的长子？督军位置迟早是你的，他一个纨绔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你根本不懂，爹他一直对我不满，只是因为我手上有兵权，能打仗，才一直重用我。张景然突然转了性，要是真的学出了本事，立了军功，爹肯定会把心思和资源全都放在这个最疼爱的小儿子身上。更何况，他身边还有那个张婉欣，那个野丫头。就是他，现在把张景然拿捏得死死的。张景然的转变，全都是因为他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起来。赵虎，少督，您吩咐。你回习武堂，给我好好盯着他，找机会给他找点大麻烦。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被赶出习武堂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这奉天还轮不到他张景然说话。
1队从左翼山坡穿插过去，2队正面佯攻，吸引火力。3队跟我从右侧河谷绕后，咱们给他来个中心开花。是，队长。都别怕，就张景然那个废物纨绔，能玩出什么花样？兄弟们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把他第一个给我淘汰了。是，队长。该死，中埋伏了！报告队长，1号高地已拿下。报告队长，3号补给点也被我们端了，顶不住了，全体队友往北边陡坡方向撤，快！队长，他们没路了，就是个死坡，咱们冲上去，活捉赵虎。等等，队长，怎么了？再等他们就缓过来了。不对劲，赵虎虽然蠢，但不至于这么蠢，选一条死路来逃跑。来吧，张景然，踩上来，下面可都是我给你准备的尖石头。我的天，这是要杀人啊！赵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是战术演练。教官，我错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关禁闭。这件事我会立刻上报习武堂，留不下你这种败类。少督，赵虎他计划失败了，还被赶出去了。张景然，这是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的火？要不我们去把张婉星接回来吧，不然留在6弟身边，迟早是个祸害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听说6弟去习武馆就是那个野丫头出的主意。行，我们明早就去。小姐，少督和夫人说想见您。行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婉星啊，我的好女儿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。我当是什么贵客驾临，原来是我的亲生父亲和母亲啊！婉星，你这孩子怎么跟爹娘说话呢？是啊，婉星，以前是我们糊涂，不该让你流落在外受苦。现在爹想明白了，你是张家堂堂正正的嫡小姐，理应回到我们家享受最好的待遇。可不是嘛，我们早就给你备好了房间，新衣裳也做了好几套，还有一众丫鬟等着伺候你。只是我长这么大，头一回见人空着手上门，就想把人哄回家的。张家的嫡小姐就这么不值钱？哎呀，我的好女儿，瞧你说的，是我们考虑不周，这不是急着来接你吗？这镯子是娘的压箱底陪嫁，冰种翡翠，水头十足，今儿个就给你了。这可是压箱底的宝贝，我怕我戴了您心疼。不心疼不心疼，只要你肯回家，什么都不心疼。说好了，这是张夫人送我的见面礼，别弄丢了。是，小姐。礼物我收下了，不过回不回家的事儿我还得再考虑考虑。张婉星，你什么意思？镯子你也收了，现在跟我们说要考虑？我是你亲生父亲，让你回家你还敢拒绝？我看你是跟着张景然那个顽力学了一身歪风邪气。亲生父亲，当初你们把我扔在乡下不闻不问，接回督军府第一句话就骂我野丫头，怕我分了张小晨福气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？如今看我爹在习武堂得到爷爷的看重，怕他抢了你们的权位，才想起我这个女儿来了。这镯子就当是你们这么多年亏欠我的一点补偿，我收着心安理得。我现在的爹只有张景然一个，就不劳二位费心了。你好，很好，张婉星，你给我等着！真是个白眼狼！我早晚要让他知道谁才是他的亲生父亲。恭喜宿主成功挫败张明哲与刘氏的拉拢算计，守住养父阵营，获得积分800点。就这点伎俩，还想跟我斗？前世的账我还都没跟你们算呢。好，最终考核，沙盘推演，正式开始。张景然，别以为靠着督军的威名就能轻松过关，我们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奉天习武堂的记录由我们来保持，等着输吧。张
景然，看你这次怎么收场，在父亲面前丢脸，看你以后还有什么脸面。这三面合围，滴水不漏啊！张景然兵力被压制得太厉害了，几乎没有反击的余地。垂死挣扎，想突围没那么容易。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找到我们的补给线？声东击西，好狡猾的战术。妙，真是太妙了！这战术精彩呀！兵不厌诈，虚实结合，这简直是完美的反击。好，太好了！景然，你真的长大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不行，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现在，我宣布本届习武堂毕业学员的综合成绩，获得最高荣誉勋章的学员是张景然。张景然，你以为拿个第一就能翻身了？这还不是结局。爹手里的兵权迟早是我的，你别想分走一分一毫。请进。郭教官，您忙着呢。景然啊，恭喜你啊！今天可是出尽了风头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教官，您看我今天毕业了，现在也没什么特别急的事儿，咱俩要不找个地方喝一杯，我请客。你小子刚毕业就想着喝酒了，行啊，正好我也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去哪儿？校外有家酒馆，环境挺清幽的，我们去那儿吧。好，你带路。郭教官，这段时间真的多谢您的悉心教导，要是没有您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您是我的恩师。景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能有今天，全靠你自己有天赋，肯下苦功。我不过是做了教官该做的事儿。快坐下，酒都倒好了，不喝可就凉了。郭教官，其实我今天请您来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，想跟您掏心窝子说说。哦，什么事？你直说就好。我想组建一支属于我自己的精锐队伍，一支真正能打仗、守规矩、护百姓的队伍。队伍？景然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可不是学堂里的战术推演，是要动真格的，稍有不慎就是掉脑袋的事儿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想邀请您加入我的队伍，做我的参谋长，跟我一起干。郭教官，我知道您的本事，军事指挥能力一流，练兵更是数一数二的好手。可这么多年，张明哲一直嫉贤妒能，处处打压您，眼看着奉天的军队军纪涣散，欺压百姓，您心里难道不憋屈吗？张明哲残暴不仁，眼里只有权位，根本容不下有本事的人。郭教官，我们一起建一支真正能打仗、守规矩、护百姓的队伍，让奉天的百姓不再受苦，不再被欺负。我们一起守住奉天，护住这一方的百姓。好，景然，我答应你，我郭松这辈子就赌你张景然能成大事，能给奉天的百姓带来一条活路。好，干了！成了，我组建队伍的第一步成了。爹爹，郭教官，你们回来了。婉星，等很久了吧？还好，郭教官好，以后要辛苦您了。我爹爹脾气不太好，您多担待。好，好，这姑娘真懂事。六爷，你有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儿。是啊，我这女儿是我的骄傲。郭教官，您快进屋吧，我已经让人备好茶点，您先休息一下。不急不急。景然，你来了，这位就是郭松郭教官吧？景然没少提你。督军好。坐吧。景然，今天带郭教官过来是有什么事？直说吧。爹，我今天来是想跟您申请组建一支属于我自己的精锐队伍。景然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刚从军校毕业。我原本以为你会先去主力部队，从基层做起，慢慢历练，没想到你居然想自己建队伍。爹，我没开玩笑，
现在奉天的队伍军纪涣散，各团各营都被各方势力渗透，真到了打仗的时候，根本不堪一击。我想建一支不一样的队伍，一支纪律严明、能打硬仗、护着百姓的队伍。督军，六爷有天赋，有格局，有担当，更有一颗护着百姓的心。我愿意倾尽毕生所学，辅佐六爷把这支队伍带出来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好，既然你小子有这个决心，爹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我先给你批5000新兵名额，城郊西大营的西侧营地划给你用。谢谢爹。3个月，我给你3个月时间，我要看到一支能站得起、打得响的队伍。要是你练不出来，这事儿就此作罢。你乖乖去主力部队报到，怎么样？是，爹。3个月，我一定给您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督军放心，我们定会全力以赴。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任命。从今天起，任命张景然为奉天警备副官，同时划拨5000正规军，交由张景然全权管辖。城郊的西大营也一并划给景然使用，作为队伍的训练营地。这景然他才刚毕业，怎么一下就提拔到警备副官了？就是啊，他从来没带过兵，这步子迈的也太大了。就是啊，从来没带过兵，一下就给5000人，还副官，这……爹，我不同意！他一个刚出学堂的毛头小子，凭什么一下就拿5000兵权？我跟着您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手里也才3万多人，您这么做，对其他兄弟公平吗？我做的决定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景然在习武堂的成绩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郭松教官也愿意全力辅佐他，怎么就不行？督军所言极是，下官定当全力辅佐六爷。倒是你，军纪涣散，欺压百姓，你以为这些我都不知道吗？就这么定了。恭喜爹爹！恭喜宿主助力养父张景然获得正式兵权，完成人生重大进阶，获得积分5000点。系统商城军火图纸区全面解锁。军火图纸，时机到了。爹爹，这里也太乱了吧！真是好一个西大营。六爷，看来这张明哲真是把一堆烂泥塞给了您。紧急集合！所有士兵立刻到训练场集合！哟，这不是张副官吗？稀客，我们这帮兄弟啊，散漫惯了，您可得担待着点，别太较真儿。这军营里啊，规矩没那么多，自在。王队长是吧？正是。张副官有何指教？聚众赌博，玩忽职守，带坏风气，无视军纪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军法处置，打20军棍，即刻开除，赶出大营。你们敢动我，我可是张少都的人，你们动了我，张都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在我的军营里，只有军法，没有少都。打！啊！从今天起，西大营立新规，不守规矩的，要么滚蛋，要么就给老子受军法处置。我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话，日后我张景然必定带你们打出个名堂，让你们的家人都跟着享福。但是，谁要是敢阳奉阴违，谁要是敢搞小动作，王虎就是你们的下场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恭喜宿主，养父张景然成功立威，初步掌控军队，获得积分2000点。看看他们，这哪里是训练，简直是散步。六爷，你也不能太心急，这帮人散漫惯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适应不了这么大的强度。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歇会儿吧。就是啊，这都跑了几圈了，腿都快断了。新来的副官也太狠了，以前可没这么练过，这不是诚心折腾人吗？都给我闭嘴！谁再敢偷懒，立刻加罚10圈。爹爹虽然立了威，可这些士兵完全是怕他，而不是心服，这士气也太低落了。
叔，中午就吃这些。是啊，大小姐，咱们军营条件就这样，能吃饱就不错了。天天都是粗粮、馒头、咸菜，偶尔能见点荤腥，都算开荤了。那平时训练强度这么大，他们吃得饱吗？哪里吃得饱啊？一天到晚练得累死累活，连点油水都没有，浑身都没劲儿。可也没办法，军饷就这么多，能省则省。难怪爹爹说他们没劲儿。这伙食，别说高强度训练了，就是正常人也受不了啊。老板，我要猪肉，越多越好。哎呦喂，大小姐，您这是要办酒席啊？少废话，多叫几个人，给我把猪肉都切好送上马车，钱不是问题。哎，都别歇着了，贵客来了，赶紧出来搭把手。这些东西全部送到西大营去，越快越好。没问题，大小姐，这就给您安排。伙计们，搭把手。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红烧肉，我当兵这么多年，还没吃过这么好的伙食。是大小姐给咱们置办的吗？大家都吃得饱吗？饱。看你们训练那么辛苦，特意给你们准备了这些。我知道你们保家卫国，守着奉天的百姓，真的很辛苦。我向你们保证，以后只要我们张家还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让跟着我爹爹的兄弟们饿肚子。你们好好训练，好好打仗，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兄弟。谢谢大小姐，谢谢张副官，我们一定好好训练，绝不辜负张副官和大小姐的期望。我的这个闺女，真是上天派来帮我的福星啊！恭喜宿主收服西大营军心，获得积分3000点。王军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个月的粮草和军饷怎么还没送来？弟兄们都等着开饭呢！哎呀，郭教官、张副官，您二位这是急什么呢？这不是还没到日子吗？再等等，再等等就好了。王军需，这都月初了，往常这个时候粮草早就入库了，你这次一拖再拖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跟我打马虎眼！哎，张副官、郭教官，实不相瞒，这事儿吧，我也没办法，不是我不给你们发，是张少都那边，他把东西都扣下了。什么？张明哲，他又搞什么幺蛾子？张少都说前线战事吃紧，主力部队那边更需要，我们的补给只能再等一等。放屁！他这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断了我们的粮草和军饷，让士兵们哗变，让六爷您在督军面前丢脸，彻底失去军心。王军需，他说的是真的，千真万确呀，张副官，小的哪敢骗您啊？张少都还说了，谁敢不服，他就拿谁开刀。张明哲，你真是卑鄙无耻！六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好不容易把弟兄们的士气提起来了，这要是没了粮草，又断了军饷，大家肯定要闹起来的。那些个当兵的，没钱没饭，谁还肯卖命啊？是啊，高强度训练，要是粮草断了，军饷没了，刚提起来的士气瞬间就会垮掉，到时候真的会出现哗变。张明哲这招真是狠毒。爹爹，郭教官，别慌，张明哲扣了官府的粮草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我这里还有不少银元，先拿去买粮草和物资，应急用，先稳住军心再说。大小姐，这怎么使得？那可是您和张副官的私房钱啊！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先把弟兄们稳住才是最重要的。婉星说的对，这些钱我们先垫上，绝不能让将士们寒了心。还有，我们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告诉爷爷。告诉爹，他会管吗？不用去告黑状，就把实情说出来，把士兵们的训练情况、伙食情况都跟爷爷说清楚，爷爷心里有数，自然知道张明哲是什么心思，也知道谁才是真心为了奉天好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逆子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扣押西大营的粮草和军饷，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？爹，我冤枉啊！
我是为了前线战士考虑，主力部队确实更需要这些物资。西大营那边，他们训练强度不如主力部队，所以才……哼，不如主力部队。景然，你来说，西大营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西大营的将士们日夜操练，士气高昂，各项军事技能突飞猛进，每日训练强度远超以往，消耗自然也大。若不是有晚星自掏腰包为将士们购置粮草，恐怕现在军营早已人心涣散，甚至哗变了。你听到了吗？你自以为是的小聪明，差点酿成大祸。你为了打压景然，竟然拿军国大事开玩笑。爹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想听你狡辩。你身为少都，却玩弄权术，公报私仇，我看你是糊涂了。你立刻把扣下的粮草和军饷一分不少，全部送到西大营去。少1粒米，我唯你是问。张景然、张晚星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多谢爹的信任，景然定当尽力，不负所托。张少都，不是我说你，就你这带兵打仗的本事，还想剿我们黑风岭，真是活腻歪了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抓住这小子，献给大当家！这群土匪怎么会有这么多武器，还打得这么狡猾？可恶！我要你有什么用？1万精锐正规军去打一群乌合之众的土匪，居然打成这个样子！你丢的不是你自己的脸，是我张家的脸，是整个奉天的脸。黑风岭的土匪盘踞多年，烧杀抢掠，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。现在打了胜仗，更是气焰嚣张，周边的百姓苦不堪言。要是不尽快剿灭，迟早会酿成大祸。有谁愿意带兵去黑风岭剿匪，平定匪患？连我带了1万精锐都栽了，他们去了不也是送死吗？这烫手山芋，谁敢接？爷爷，可以让我爹试试。晚星，爷爷，爹他不是一直想证明自己吗？正好这是一个好机会，能磨练磨练他。景然，你真的愿意带兵出征？爹，我愿意。保境安民是我的职责。景然，你想清楚，黑风岭的土匪不好对付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连你大哥都栽了个大跟头，你能行吗？爹，我想清楚了，我是奉天的军人，保境安民是我的职责。黑风岭的土匪欺压百姓，残害乡里，我必须去剿灭他们，还百姓一个太平。就算是难，我也必须去。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我都打不过的土匪，他去了还不是送死？正好让爹看看，他就是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。到时候输了，我正好能落井下石，把他彻底踩下去。督军请放心，我定会全力辅佐张副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不愧是我张振廷的儿子。景然，我命令你带领你麾下的5000兵马前往黑风岭剿匪，所有军需物资全部优先供应。奉天所有部队，你都可以随时调遣。是。晚星，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剿匪成功吗？那群土匪手里火力不比正规军差，全都是刀口舔血的狠角色，还占着地利。我这5000人根本不是对手啊！爹爹，别怕，武器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来想办法，保证给你弄来比土匪更厉害的武器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是啊，大小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黑风岭的武器确实不一般。放心吧，我有我的办法。这一次就让那些土匪尝尝什么叫高科技。黑风岭那帮土匪能盘踞这么久，上次张明泽就是在军火上吃了亏。不行，我得再加一道保险。系统商城解锁了军火图纸区，说不定有什么厉害的东西。系统打开商城，果然还有，我看看，迫击炮、手榴弹，这个好，山地作战，火炮越轻便，机动力就越强。通用弹药生产线设计图解决了后勤的大麻烦啊！以后就不用愁子弹口径对不上了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改进图纸，爹爹的军队剿匪的胜算就更大了。系统把这些图纸都给我兑换出来。
有了这些，我们不仅能打赢黑风岭，还能打造出一支独属于爹爹的精锐队伍。黑风岭的土匪们，等着迎接惊喜吧！婉星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，这是什么？爹爹，郭教官，你们看看这个，或许能解咱们眼下的燃眉之急。天哪，这设计太巧妙了，简直是闻所未闻，比现在部队里甚至土匪手里的武器还要先进整整1代。婉星，这图纸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这太珍贵了。爹爹，这是收留我的一个老师傅教我的。老师傅？他以前是顶尖的军械专家，一辈子都在研究军械，这些都是他毕生的心血。临终前交给了我养母，我养母又留给了我，我一直好好收着，就是等着有一天能派上用场，能帮到你。好，郭松，你立刻带着这些图纸去督军府直属军工厂，召集所有顶尖工匠，日夜赶工，务必在出兵之前造出第一批装备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郭教官，这个水你也拿着，把它加进武器淬火的水里。淬火水，这有什么用吗？加了这个水，造出来的武器会更坚固，威力更大，不容易炸膛。大小姐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军工厂，一定不辱使命。婉星，谢谢你。副官，我看咱们就来个硬碰硬。黑风岭那帮土匪就是欠收拾。对，先派一支精锐部队从正面佯攻，吸引他们主力，然后咱们大部队从侧翼包抄，直接捣黄龙，把他们的老巢给端了。黑风岭山势险要，易守难攻啊，光靠强攻只怕伤亡不小。我建议先派侦察兵摸清楚他们的布防，再考虑围点打援。张副官，好消息！什么事？看你乐成这样。第一批新式武器，迫击炮、步枪和手榴弹都好了。我们刚才进行了测试，威力简直恐怖，一炮下去，小半个山头都能炸平。那步枪也准得很，连发不断，比土匪手里那些破烂厉害了不止一个档次。真的，这么厉害，千真万确。有了这批武器，我看那些土匪还怎么猖狂。好啊，干得漂亮！副官，既然武器到位了，我看咱们就别等了，赶紧定下作战计划，直接杀上黑风岭，给那些土匪一个措手不及。就是，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举歼灭。各位叔叔，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跟土匪硬拼。婉星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大胆说出来，这里都是自己人。黑风岭地势险要，山高路陡，易守难攻。就算我们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武器，如果强攻，也一定会造成我们不小的伤亡。婉星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些土匪里大部分都是活不下去的穷苦百姓，是被税收逼得没办法才落草为寇。真正作恶多端、手上沾了血的，只有少数几个匪首。咱们可是领了任务的，必须要拿下黑风岭。我的想法是劝降收编。收编？那些土匪？对，不仅可以剿灭匪患，还要把这些熟悉山地作战、悍勇能打的人收编进我们的队伍里，壮大我们的实力。好主意！大小姐说的太对了，这才是上策。黑风岭的土匪个个都是悍勇之人，熟悉地形，能吃苦，能打仗。要是能收编过来，绝对是一支能打硬仗的精锐。大小姐说的有道理啊，这样既能减少咱们的伤亡，又能壮大队伍，一举两得。是啊，和平收编总比刀兵相见强。好，婉星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不过，黑风岭那地方龙潭虎穴，去谈判恐怕不是那么容易。既然没人去，那我亲自去。我是剿匪负责人，我去谈，最有诚意，也最有分量。不行，您是全军的主帅，绝对不能以身犯险。万一您出了什么事儿，整个剿匪队伍就散了，我们连回头的余地都没有，绝对不行。是啊，督军，您身份尊贵，万万不可。我们再去想别的办法。让小的们去，小的们不怕死。去个秋！你去黑风岭，那些匪首根本不搭理你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爹爹，郭教官，你们都别争了，我去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知不知道黑风岭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窝。你一个小姑娘进去，
不是羊入虎口吗？我绝不可能让你去。爹爹，正因为我是小姑娘，土匪才不会对我有太大的防备，不会觉得我是去打仗的，戒备心会低很多。更何况我是您的女儿，是督军府的大小姐，我的身份足够代表您去谈判，分量足够。而且我有办法能让他们同意归顺。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他们刚打了胜仗，看着是气势嚣张，其实心里也慌，也知道督军府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迟早会派大军来围剿，他们根本耗不起。只要我们给足了诚意和好处，他们一定会动心。不行，婉星，你别说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去的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先散会吧。婉星，听爹的，这事儿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，爹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爹爹，您知道的，除了我，没有人比我去更合适了。如果让其他人去，土匪会觉得我们是去示威，而不是谈和。那也不行，你一个小姑娘的去那种地方，我怎么放心？爹爹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您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是躲在您身后永远需要您保护的小姑娘，还是能为您分忧解难，独当一面的将门虎女？我知道您担心我，可是为了爹爹，我愿意冒这个险。我保证我会万分小心，平安回来的。让爹再想想，这事儿太大了，爹得好好想想。爹爹，时间不等人，土匪们得了胜仗，正是士气高涨又内心不安的时候，拖得越久，他们的戒备心就会越重。现在去给他们一个台阶下，说不定还能有奇效。爹爹，我不是去送死，我是去谈判。您相信我，我早就想好了万全之策，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第一，我去谈判，只带20个精锐亲兵，不带大部队，不拿重武器，这样能表明我们的诚意，他们不会觉得我们是去偷袭的，才不会一上来就动手。第二，我会先给他们带礼物，粮食、药品、过冬的棉衣，还有治疗枪伤的西药，这些都是他们最缺的东西。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他们不会轻易对我怎么样。第三，郭教官带着大部队在黑风岭外3里处的山谷里埋伏，一旦我这边发出信号，他们10分钟之内就能冲进去接应我。而且到时候我带上信号枪，一旦有危险，我能自保，也能立刻发出信号。爹爹，你就放心吧。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，可是让你……爹爹，这是我们立威的最好机会，要是这次剿匪成功，爷爷会对您更加看重，到时候张明哲也再也不敢轻易针对您。爹爹，这是我们必须抓住的机会。大小姐的计划非常周全，风险已经降到了最低，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护大小姐周全。好，那就按婉星说的办。但是婉星，你一定要万分小心，平安回来。郭松，我把婉星交给你了。请放心，属下誓死保护大小姐。爹爹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我还要回来帮您把督军府打理得更好呢。黑风岭那帮人可不是善茬，光靠那点礼物肯定镇不住。系统，我要兑换黑风岭所有的详细情报。大当家虎啸原来是军队的大队长，3年前被人陷害，克扣军饷，还想杀他灭口，他才被逼上了黑风岭。他跟那人有血海深仇。这个3当家的果然有猫腻，3当家居然暗地里跟东瀛人勾结，这可是犯了大忌。2当家和3当家为了地盘早就闹翻了，虎啸一直蒙在鼓里。呵呵，这黑风岭内部已经烂透了，这就好办了。虎啸啊虎啸，明天这出戏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没想到东瀛人的势力渗透得这么快，看来奉天的局势比我想象的还要乱。
婉星，以自己的安全为主，知道吗？嗯。谈不拢就立刻回来，大不了咱们强攻。一旦有什么不对劲，你立刻发信号，爹就在后面跟着呢，随时冲进去救你。爹爹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，等我的好消息。郭松，出发，按照计划全速前进，务必在黑风岭外3里处的山谷里埋伏好，随时准备冲进去接应大小姐。是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我们就开枪了。我是奉天督军府6少爷剿匪总负责人张景然的女儿张婉星，今天来是找你们大当家的谈事儿。我们没有恶意，还请2位大哥通报一声。督军府的千金，还带了这么多东西，你在这守着，我回去向大当家禀报。果然，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动手，第一步成了。张大小姐，呵呵，好大的胆子！你爹张景然正带着兵在山下，你这个宝贝闺女倒好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怎么，是想给你爹省点力气，还是觉得我虎啸不敢动你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了你，把你的人头挂在山门上，让你爹好好看看。大当家的，我要是怕死，今天就不会只带2个人走进来。我来不是来送死的，是来给你，给黑风岭上上下下几百号兄弟送一条活路来的。活路？你跑到我们这儿来讲活路？活路？我虎啸在这黑风岭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逍遥自在，兄弟们跟着我，快活得很。这就是最好的活路，还需要你一个姑娘来送。大当家，别自欺欺人了。你这次打败了张明哲，看着是风光无限，可实际上是捅了个天大的马蜂窝。奉天督军府怎么可能容得下你这么个钉子扎在自己的地盘上？这次剿匪的总负责人是我爹张景然，他带来了5000精兵，不是张明哲手下那种杂牌军，所有的军火都是最先进的，还有大军随时可以支援。大当家，你都是带兵的人，你摸着良心算算，你这黑风岭能守多久？就算你们个个都是好汉，能守住1次2次，可你们的子弹打一发少一发，你们的粮食吃一顿少一顿，我爹的军火和粮草呢？奉天的兵工厂和粮仓能把你们活活耗死，到最后必然是城破人亡，兄弟们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。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大当家的各位好汉们，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。只要你们愿意归顺，放下武器，接受改编，我可以代表我爹给你们3个承诺，句句算数，绝不反悔。什么承诺？你说说看，要是敢耍我们，我让你走不出这黑风岭。第一，既往不咎，以前你们做过的事，只要放下武器归顺，我们一概不追究，绝不会秋后算账，更不会过河拆桥。第二，全员收编，所有愿意跟着我们干的兄弟全部编入正规军，和我们的士兵享受一模一样的待遇，按月发足额军饷，顿顿有肉吃，有棉衣穿，受伤了有医生治，战死了给家里发丰厚的抚恤金，保证家人衣食无忧。这真的假的？还有军饷拿？俺媳妇儿病了，一直没钱找大夫，要是能当正规军那多好。大当家，我们真的能当正规军，再也不用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了。第三，保留职位。大当家你还有各位头目，只要有本事能打仗，我们就给你对应的官职，依旧带着你的兄弟们，绝不会把你们打散，更不会让你们去当炮灰。我以奉天督军府张家的名誉起誓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算数。只要你们归顺，我承诺的一定全部做到，若是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。
大当家，别信他的鬼话，这些张家的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他们就是想骗我们放下武器，然后把我们一网打尽。先把这姑娘抓起来当人质，看他们还敢不敢剿匪。老三，把枪放下！大当家，我今天来是带着十足的诚意，可要是有人想害我，想断了兄弟们的活路，我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这个三当家，我想你也清楚，他一直跟城外的东瀛人有勾结，这次张明哲会惨败，也是他拿了东瀛人先进的武器。他根本不是为了兄弟们，只是想借着黑风岭给东瀛人当狗拿好处。你觉得跟着东瀛人干能有好下场吗？我之前也怀疑过老三跟东瀛人有勾结，只是没有证据。来人，把三当家给我关起来，严加看管。若不是因为张明哲，谁愿意当土匪？现在正好有机会收编，也能让弟兄们有个稳定的生活。张大小姐，记住你的承诺。放心，我此次前来就是和大当家谈合作的。好，我代表黑风岭所有兄弟，愿意归顺，接受收编。从今往后，我们都跟着张副官干。我等愿意归顺，跟着张副官干。各位兄弟能加入我们，我非常欢迎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既然张大小姐如此诚意，我们愿意上交山寨里所有的金银珠宝、武器弹药、粮草物资，作为我们归顺的投名状。那我就替我爹爹谢谢各位了。怎么还没动静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副官，张大小姐那么聪明，身手又好，肯定能成功的。信号弹，是晚星的信号弹，太好了，他成功了！我就说嘛，张大小姐肯定没问题。快，大部队跟我来，速去黑风岭山寨！你真是吓死我了！爹爹，我没事，你看这不都顺利解决了吗？属下虎啸见过六爷，我等愿意归顺六爷，从此为六爷马首是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这次能兵不血刃平定黑风岭，还收编了这么多兄弟，真是大获全胜。多亏了晚星。爹爹，哪里话，这都是您领导有方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是啊，副官，张大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六爷，张大小姐，咱们黑风岭的兄弟们都准备好了。这次收缴的金银珠宝、武器弹药、粮草物资也全都清点完毕，随时可以启程回去。哈哈哈，好，虎啸兄弟办事就是稳妥。全军将士听令，回奉天。是。听说了吗？张副官把黑风岭的土匪给平了，一个没伤着。可不是嘛，我还听说，连土匪都给收编了。我的天，这张副官真有本事！是啊，黑风岭的那些土匪没了，现在可算是能过几天安生日子了。张副官威武！张将军，您是咱们奉天的英雄啊！晚星，这一切都是你给爹爹的荣耀啊！爹爹，这是您应得的。副官，您看，百姓们多爱戴您。六爷，咱们的兄弟们也觉得特别有面子，以前哪有这么风光过？张副官，恭喜您凯旋。李副官，我爹还好吗？督军大人好着呢，听说您大获全胜，特意在督军府摆好了盛大的庆功宴，就等着您和大小姐回去呢。哈哈哈，好，有劳李副官传话了。晚星，走，咱们去督军府。好。张敬然、张晚星，你们这对父女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张明哲栽的这个大跟头，竟然成了张敬然平步青云的梯子。他还收编了那么多土匪，
我绝不能让他这么得意下去，绝不能！张副官，这次您可真是给咱们奉天军长脸了，以一己之力收编了黑风岭的土匪，这手腕，谁看了不竖大拇指啊？张小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听说这次剿匪，张小姐也是功不可没，真是虎父无犬女。大家过誉了。各位客气了，都是大家抬爱。各位，今晚这庆功宴是为了庆祝我奉天军又立下了一件大功。这次黑风岭剿匪，老六张景然居功至伟，他兵不血刃，平定匪患，还把那群悍勇的兄弟们给收编了，壮大咱们奉天军的实力，这事儿办得大快人心。所以，我宣布，晋升张景然为奉天陆军长官。从今以后，奉天城内外所有的防务都由他来掌管。恭喜张长官！张副官，不，张长官，以后咱们奉天的安危就全靠您了。谁能想到啊，之前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，现在竟然成了手握重兵的陆军长官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是啊，真没想到啊！谢谢各位，恭喜爹爹。待会儿宴席结束后，带着婉星去一趟我书房。好的，父亲。景然、婉星，你们来了，说吧。景然啊，爹是真的很高兴。以前啊，爹总是担心你这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去了，成天只知道混日子，什么正事都不做。爹，让你操心了。可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能给爹这么大的惊喜。这次剿匪，你做得太漂亮了，兵不血刃，还扩充了咱们的兵力，爹很骄傲。谢谢爹。婉星啊，好孩子，这一切也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景然也不会有今天。你是我们张家的福星，也是咱们奉天的福星啊！爷爷，您言重了，这都是爹爹自己努力的成果，我只是帮了点小忙而已。你这孩子就是谦虚，这父女俩啊，一个比一个让我省心，不错不错。爹爹，这个是黑风岭缴获的金银珠宝账本。不错，这次缴获不少，回头整理一下，该充公的充公，剩下的就充入咱们部队的私库吧。爹爹，我觉得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。不能留着，那怎么办？我建议全部拿出来，用在士兵们身上。用在士兵身上？对。第一，给所有士兵补发3个月的足额军饷，再给每个人做2套新的军装，过冬的棉衣、棉鞋、被褥全部备齐，让兄弟们穿得暖，拿得足，心里才会踏实。第二，全面改善军营的伙食，让兄弟们吃饱吃好，有足够的力气训练。第三，拿出一部分钱扩建军营的军医院，买最好的西药和医疗器械，请最好的西医大夫，给受伤的士兵最好的治疗，绝不让兄弟们落下终身残疾。给所有阵亡士兵的家属发放丰厚的抚恤金，按月给他们送粮食和钱，保证他们的家人能吃饱穿暖，不受欺负。婉星，这些都要花大钱，这么花，怕是撑不住啊。爹爹，士兵们跟着你是把命都交给了你，你对他们好，把他们放在心上，他们才会真心实意地跟着你，为你卖命。得军心者得天下，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。黑风岭缴获的钱财刚好够这些开销。好，婉星，就按你说的办，这笔钱全部分下去，用在兄弟们身上。六爷，您真打算按大小姐说的，把黑风岭缴来的那笔钱全撒出去？那可不是小数目，真就一点不留？留着干嘛？婉星说的对，这帮兄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我，我连口饱饭几个踏实钱都给不了，谁还肯给我卖命？六爷说的太对了，大小姐确实比我们想的周到，这钱花在弟兄们身上，比搁库房里长毛强。我的娘哎，这棉衣也太厚实了，今年冬天在哨所站岗，再也不用冻得跟孙子似的了。居然一次性补了3个月的军饷，1分都没少。这下我娘的要钱终于有着落了。我还听说营里要扩建军医馆，要请城里最好的西医大夫来。
以后咱们训练受了伤，再也不用硬扛着了。弟兄们愿为六爷效死，绝无二心。万幸，多亏了你。哑巴了，有屁快放！西大营那边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少督，西大营那边的消息，六爷他把那批金银珠宝全都散给士兵们了，全分了。他疯了！现在整个西大营的兵都把他当再生父母似的，发誓要给他卖命。还有，督军他老人家听说了这件事，不仅在全军通报表扬了六爷，还把城北的新兵营也划给六爷管辖了。通报表扬，新兵营也给他了。我跟着爹出生入死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他不过是个靠着那个姑娘出主意的家伙，我绝对不会让他骑到我头上来。少督息怒，你先下去吧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咱们不能再等了。等？我还等什么？你看看张景然，现在手里的兵力都快赶得上你了。老头子现在眼里就只有他这个小儿子，再这么下去，督军的位置迟早是他的。到时候咱们兄弟俩只能任他宰割。他敢？这奉天本来就该是我的。他怎么不敢？上次黑风岭剿匪，他兵不血刃就立了大功，百姓都认他，军中的将领也都高看他一眼。以前他就是个纨绔，我们都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可现在，他已经成了对你最大的威胁。这奉天本来就该是我的，凭什么让给他？爹偏心，眼里只有他那个宝贝小儿子，那就别怪我这个当儿子的不孝了。二弟，你敢跟我干吗？等我拿下督军的位置，你就是副督军，整个奉天咱们兄弟俩说了算。大哥，我跟你干，富贵险中求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想就这么窝囊的看着他骑在我们头上。好，我们秘密招兵买马，囤积武器，等时机一成熟，就逼宫夺权。好兄弟，你放心，跟着大哥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跟我来。他张景然现在兵力越来越强，手里还有新式武器，我们现在手里的这点人根本不是对手，可要招兵买马购置武器，哪来那么多钱和门路？大少爷，外面来了一位东营的朋友，说是奉天特使佐藤先生，有要事求见。东营特使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张少都久仰大名，在下佐藤，今日冒昧拜访，实为张少都解忧而来。大哥，东营人狼子野心，这你要怎么帮我？很简单，只要张少都愿意与我们东营合作，我们可以提供最先进的武器弹药，巨额的资金援助，还能帮您招募训练军队。你们想要什么？我们只是希望能与奉天、与未来的督军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。等张少都拿下奉天，当上督军，我们东营会第一个承认您的地位，并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。只需要您上位后给我们东营一些商业和矿产上的便利，仅此而已。张先生，你说呢？大哥，跟东营人合作会不会引狼入室？要是被爹知道了，我们可就彻底完了。这不就是卖国吗？卖国？我张明哲要的是奉天督军的位置，是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谁能帮我，我就跟谁合作。爹不疼我，兄弟背叛我，我还管什么卖国不卖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们能帮我拿下奉天，让我坐上督军的位子，什么都好说。张少都真是爽快人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看看这些兵，精神劲儿多足；再看看这些家伙事儿，都是东营最新的。哼，张景然那小子还在抱着他那点破烂洋枪洋炮做梦呢。是啊，大哥，从5万人到现在的10万人，东营人还真是说到做到。这批武器也比我们以前的强太多了。东营人想利用我，我也正好利用他们。
等我张明哲坐稳了督军的位子，这奉天谁都别想动一根汗毛。传我命令，加紧训练。半个月后，督军府寿宴，就是张景然还有我那老头子也该下来了。奉天注定是我的。是，大少爷。那二弟就提前恭喜大哥马到成功了。爹爹，你看这个，我让虎啸的人盯了快2个月才摸清楚的底细，看完我都吓了一跳。张明哲这个畜生，这大半年居然频繁跟东营特使密会，还在城外山谷里秘密练私兵。这简直是胆大包天，训练私兵，这分明就是谋逆造反啊！妈的，这狗东西居然敢跟东营人勾结，老子现在就带人去端了他那破据点。万兴，这情报准不准？有没有实质证据？爹爹放心，绝对可靠。他跟佐藤的每一次密会，我们都有人盯着，连他们签的密约副本我们都拿到了。寿宴临近，他选在这个时候，看来是铁了心了。这事必须马上处理，不能让他得逞。虎啸，你带精锐队立刻秘密布防城外山谷，给我盯紧了张明哲那些私兵的动向，一旦有异动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是，六爷，我这就去办。任何可疑人员、可疑车辆，一律不准进出。尤其是寿宴前后，所有可疑的人都不能随便放进来。明白，您放心，城防交给我，绝不会出半点岔子。万兴，这次的寿宴恐怕就是一场生死局了。爹爹，我知道，但咱们布好了局，就绝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他想在寿宴上掀桌子，咱们就给他准备好棺材。佐藤先生，你们提供的这些重武器，我很满意。张少都满意就好，这些都是我们东营最先进的武器，足以助张少都成事。寿宴当天的行动计划都核对好了吗？全部核对完毕。您的二弟张明远那边也传来消息，督军府内部的守卫队长王坤已经被他策反了。寿宴当天会里应外合，打开侧门，放我们的人进去。很好，寿宴当天等我的信号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张振廷和张景然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奉天到底是谁说了算。预祝张少都旗开得胜，顺利掌控奉天。属于我的一切，我都要亲手夺回来。大哥，寿宴那天我会盯着督军府里的王坤，确保他准时打开侧门，接应咱们的人进去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他们立刻就会发难。好，明远，这事儿你办得漂亮。等寿宴那天，咱们兄弟齐心，这奉天就是咱们兄弟俩的天下了。大哥放心，我一定拼尽全力帮您拿下督军府。张振廷、张景然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虎啸，最近督军府的守卫有什么异常吗？小姐，您真是料事如神。那个守卫队长王坤，最近太不对劲了。哦，怎么个不对劲法？你跟我说说。这小子最近总半夜偷偷溜出督军府，每次回来都一身酒气。我的人跟着他，发现他好几次偷偷跟二少爷张明远见面。有一次，张明远还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，看着就全是金条。那小子收了东西，那谄媚的样子，别提多恶心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张明哲想造反，肯定要先从督军府内部下手。王坤这颗棋子，他早就埋好了。小姐，要不要我现在就带人把他抓起来，审一顿，什么都招了？不行，现在抓了他，只会打草惊蛇，让张明哲有所防备。咱们不仅不能抓他，还要好好利用他。利用他？怎么利用？这样我们找机会让他知道我们大部队都安排去城外，督军府就留少部分人，他肯定会去上报。等他们上钩了，我们就可以收网了。小姐这招高明，这小子肯定会上当。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就去安排，一定要做得逼真。让王坤以为这是咱们最高的军事机密，是他立大功的好机会。是，我这就去办，保证办得妥妥帖帖的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寿宴那天，为了确保城外万无一失，我爹爹会带着主力部队，亲自驻守城外要塞。那督军府里怎么办？只留咱们这点人吗？
这是爹地的命令，他说了，府内有少量亲兵驻守，足够应付场面了。再说，城外才是重中之重。小姐说的有道理，有六优在城外守着，那些乱党也翻不出什么狼花。鱼儿上钩了。二爷，属下有天大的好消息要禀报。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？天塌下来了？属下今天偶然听到大小姐张婉欣跟千兵的谈话。寿宴当天，张景然会带着主力部队亲自去城外要塞驻守。你说什么？张景然要带主力去城外？那督军府里呢？千真万确，我亲耳听见的。大小姐说，督军府里只留少量牵兵驻守，他们都以为没人敢把手伸到督军府里，根本没设防。好啊，真是天赐良机。督军府空虚，大哥的机会来了。你确定这消息可靠？千真万确，大小姐说话的时候，属下听得清清楚楚。做得好，王坤，这个消息太重要了。你先下去等着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我这就把消息告诉大哥。喂，大哥，天大的好消息！王坤传来准信，寿宴那天，张景然会带着主力部队去城外。督军府里只有几个牵兵看着，根本没设防。你说什么？这消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王坤亲耳听到张婉欣说的，绝对错不了。好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张景然啊，张景然，还有张婉欣，你们真是蠢到家了，真是省了我不少力气。那我们原本的计划改，当然要改。既然机会都送到家门口了，我岂能不接着？你传令下去，寿宴当天，所有主力部队全部集中突袭督军府，先拿下张振庭，控制住整个督军府，奉天就到手了。是，大哥，我这就通知下去。张振庭、张景然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奉天很快就是我张明绳的了。婉星，王坤那边有动静了吗？爹爹放心，鱼儿已经彻底上钩了，他已经把咱们放出去的假消息传给了张明远。哦，那张明义那边什么反应？不出咱们所料，张明义得知督军府防守空虚，当场就改了计划，准备寿宴当天集中所有主力突袭督军府，想一举拿下爷爷。好啊，我就知道我女儿最聪明。郭松那边都安排妥当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他已经按照计划在督军府内外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张明哲带着人一头撞进来。有婉星你在，张明业这点小把戏根本不够看的。这一次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自作聪明，什么叫自投罗网。爹爹，您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哈哈，好啊，今天大家能来给我这个老头子捧场，我很高兴。督军说的哪里话？您60大寿可是咱们奉天的大喜事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是啊，看六爷和婉星小姐，您真是好福气啊！多谢各位吉言，我代家父敬各位一杯。爹，儿子来迟了，给您赔罪了。祝您松鹤长春，福寿安康。来了就好，坐吧。哎，好嘞，爹。大哥，跟咱们想的一样，这督军府里根本没什么防备。等着吧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各位都静一静，今天是我爹60大寿，本该是普天同庆的日子，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。为了奉天的安危，不吐不快。张景然，你名为奉天陆军长官，背地里却勾结外敌，私自扩充军备，拥兵自重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大哥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说我勾结外敌，证据呢？证据？你做的那些事儿，真以为能瞒天过海吗？混账东西，在我的寿宴上公然污蔑你的亲弟弟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？给我滚出去！爹，看来您真是老糊涂了，分不清谁才是真正为您好。既然好话你不听，那就别怪我了。
不许动！谁动就打死谁！张少督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张振廷、张景然，你们没想到吧？今天这督军府就该换主人了，奉天是我的了。好戏现在才真正开始。杀人了！跑！今天谁也别想跑出这个门儿！爹，别再挣扎了，乖乖的把督军任命书写了，把这位置传给我，不然的话，我今天就让这宴会厅变成你的灵堂。逆子，你敢！我张振营就是死，也绝不会把奉天交给你这种勾结外敌的畜生。是吗？那我就先从你最宝贝的儿子开始，让你看看我敢不敢！张明哲，你的对手是我。都不许动，缴枪不杀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？我的计划天衣无缝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可能知道我的计划？你真以为自己做的那些事天衣无缝吗？是你？从你第一次跟佐藤这个东瀛人接触开始，你的一举一动就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了。你勾结东瀛，私运军火，意图谋逆叛国的全部罪证，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今天昭告全城。来人，把我准备的大礼抬上来。让我看看，奉天东部3座铁矿联合开采权转让密约，乙方东瀛帝国佐藤商社。你还真是大方，一出手就是3座矿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什么？他居然把铁矿卖给东瀛人了？这跟卖国有什么区别？简直是畜生！还有这个，东瀛黑龙会向你提供的300万资金往来账目，以及500条畅枪、10万发子弹的武器交易凭证。好家伙，你是真打算把我们奉天的家底都换成东瀛货？最精彩的还得是这个，我们奉天北部边境的全线军布防图。你连这个都送出去了，是想让东瀛人的军队直接踏平我们的家门吗？卖国贼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！督军，绝不能放过这种里通外敌的败类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这些全是你伪造的，你们别信他，他是为了夺权，故意污蔑我。造。文件可以伪造，那你的声音总不能也是伪造的吧？张少督，只要您能坐上督军的位置，我们帝国一定会是您最坚实的后盾。那就多谢佐藤先生了。等我当上督军，整个奉天的资源就是我们大家的资源，合作愉快。爹饶命啊！不关我的事儿，全都是张明哲，是他逼着我干的，我一时糊涂才上了他的当啊！爹，废物！你逆子！爹，我张振廷戎马一生，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勾结外敌、卖国求荣的畜生？把那只东瀛老鼠给我抓回来！放开我！我是东瀛人，你们不能动我！在这奉天的地界上，我的枪说了算。少督，快走！这里我顶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都给我听着！张景然和张婉星篡权谋反，跟我冲出城去！日后我必带你们杀回来，人人封官加爵！是张明哲的亲兵，他们要冲关，快拦住他们，关城门！谁敢拦我，格杀勿论！给我冲！队长，都过去了。一群丧家之犬！按大小姐的吩咐，看清他们逃窜的方向，立刻上报六爷。是。报告，叛军正朝黑风岭方向逃窜。
报告，叛军已从南门逃窜，正往黑风岭方向去。黑风岭，那里山路崎岖，地形复杂，他往那儿跑干什么？他这是想凭着黑风岭的天险，负隅顽抗，真是自寻死路。郭松，到！你立刻带主力医师，封锁所有出城的交通要道，尤其是通往东营港口的路。给我拉起一张大网，绝不能让他跟东营人接上头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胡啸，刘爷，您吩咐。我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。黑风岭是你的老地盘，你闭着眼睛都能走个来回。你带着山地精锐团抄小路，赶在张明哲的前面，把他给我死死地钉在黑风岭里。刘爷放心，进了黑风岭，我保证他插翅难飞。可恶，可恶！我筹谋了这么久，竟然会栽在一个姑娘手上。少都，眼下不是生气的时候，我们人手不多了，得赶紧穿过这片林子去东边港口。只要到了东营人的地盘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安全？跑？我凭什么要跑？我才是奉天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你看这儿，两山夹一沟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张敬然那个废物肯定会追过来。少都，您是想？没错，我就在这里设伏，打他个有来无回。凭着黑风岭的天险，我这500人能挡他一个师。可是少都，我们弹药不多了，弟兄们也都筋疲力尽了呀。够了！传我命令，所有人就地构筑防线，把所有的重火力都加到山口上，等着他们来送死。我倒要看看，最后到底是谁给谁收尸。告诉弟兄们，把网收紧点，等六爷的主力一到，咱们就关门打狗。少都，这地方邪门的很啊，除了风声，什么动静都没有，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慌啊。怕什么？安静说明张景然那帮废物还没追上来。这里我熟得很，再翻过前面那个陡坡，离山寨就不远了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！到了山寨，好酒好肉管够，快跟上！啊！是陷阱！救命啊！少都，埋伏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张明哲，你虎啸爷爷在这儿恭候多时了，欢迎来到你的坟地。虎啸，居然是你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婉星，怎么是你？好久不见啊！你是在找这个吗？这是我的炮！你竟敢！这些从东营人手里换来的宝贝，我替你收下了。去死吧你！你的对手是我。大哥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。哈哈哈哈！张明哲，你也有今天！张景然、张婉星，你们两个竟然算计我！算计，这叫拨乱反正。你勾结东营人，意图出卖奉天，我们只是清理门户。我是长子，督军府未来的主人，你们这是以下犯上！呸！都到这份上了，还敢嘴硬？给我绑了！全部带回奉天城，交给督军发落。放开我！你们敢动我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放开！你这个逆子！爹，我错了，都是张明远，是他怂恿我这么干的。他说只要拿到兵权，就能帮您巩固地位。我是一时糊涂啊，爹。糊涂？你克扣军饷，私通东营，甚至把炮口对准自己的家人，这也是糊涂吗？爹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饶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看在我死去的娘的份上，您就饶了我吧。郭松，传我的命令，将张明哲、张明远及所有涉案叛党全部收押。是。
3日后，于中心刑场公开审判，昭告全城。爹，公开审判？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儿子啊，爹！家门不幸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奉天督军令，彻查逆贼张明哲、张明远谋逆一案。第一，密谋反叛，发动兵变，罪无可赦。杀了他！杀了这个白眼狼！其二，勾结东瀛外敌，出卖国土矿权，泄露边境布防，意图引狼入室，视为叛国，卖国贼！枪毙他！打死这个！三，多年来中饱私囊，克扣军饷，致使前线将士缺衣老食，战死沙场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张婉星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血口喷人！第四，鱼肉乡里，桩桩件件，罄竹难书。罪犯张明哲、张明远罪大恶极，国法难容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好，干得好！张六爷万岁！张小姐万岁！前世的仇，今生的恨，今天终于都了结了。都结束了，以后奉天会越来越好的。